大家好，今日係5月12星期五，咁啊好快個市咧已經去到月中，一下個禮拜翻嚟已經係15號噶啦嘛。咁啊5月份直到而家呢分鐘咧，都仲係保持一個先低後高形態，低位係上個禮拜五嘅24,358點，高位咧其實今日咧輕輕見過25,211，咁即係話今月個波幅咧已經進一步咧擴闊到咧有853點噶啦。喺技術上嚟講咧就即係只要個指數喺剩翻嘅交易天，5月份剩翻交易天唔再低過24,358點咧，應該更加高嘅指數仲喺後邊，冇理由個月嘅波幅得853點噶嘛，係咪？況且上個禮拜五到今日，全個月嘅高低位喺6日之內出現嘅機會咧，都仲係比較微。一般嚟講，起碼隔10個交易天㗎，咁即係話月中整固消化之後咧，仍然有機會喺月底前咧作進一步嘅趨升。咁啊，火車頭似乎嚟講都仲係騰訊喎，咬住個高台唔肯落。但係其他好似匯控啦、3隻內銀股咧，都開始係慢慢逐步回暖。咁啊，匯控更加唔使講啦，正在嘗試翻上次嘅高位69.1啦。咁有一隻成分股咧，到而家呢分鐘咧，真係明顯落後㗎。我講嘅係941，到而家都仲係85蚊作緊水平。其實相對早前嘅高位99.3咧，哇條路仲係好遠㗎。咁即係話要夾淡嘅，或者要拱個指數上嘅話咧，呢隻可能係黑馬嚟㗎。到最撚尾就連佢都夾埋咧，咁可能個大市咧先至會見咗一個中期嘅升浪告一段落，然後咧會進入第二個 round 嘅所謂嘅中期調整。一個中期升浪嘅時間咧，一般嚟講咧10到12啊，或者12到14個禮拜都得。咁啊之後有8到10個禮拜嘅消化同埋整固，其實係好正常㗎。咁只係話咧呢一次嘅大市咧，由舊年21,448點開始嘅上升咧，直到呢一分鐘咧都係處於一個逐層頂嘅格局。其實咧好罕見啊！1月、2月、3月、4月到而家5月份，都保持到一個先低後高嘅形態，唯一美中不足嘅地方咧就成交金額，好似今日啦，指數最終咧而家1分鐘都仲係啱差唔多啦，25,156點，比你琴日係升咗30點，但係成交金額咧得700幾億。其實以25,000點，如果你要爆升嘅話咧，成交金額有乜可能得個700幾億啊？係咪？咁但係無奈啦，即係始終個動力唔係咁夠，因為升嚟升去都係升成分股啫嘛。咁啊，我對後市嘅睇法咧，短期嚟講咧，我覺得咧，就算你再行多2-300點咧，技術上嚟講咧，對市場氣氛都唔會有所改善㗎啦。除非你嘅成交咧能夠去翻1,100億啊或者以上嘅話咧，咁又唔同講法啦。喺嗰1分鐘咧，上升嘅股份咧可能會比較係擴散到。咁啊，琴日指數咧，其實嚟講咧出現一個好怪嘅現象，就冇錯啦，就係港股咧係創咗1年嘅高位。25,203琴日，但係 A 股咧就創咗1年嘅低位3,016點，呢種個背馳咧其實以前係好罕見嘅。咁唯一嘅解讀就係 A 股咧應該唔會大跌，即係資金根本上咧唔擔心 A 股嘅反覆大元。相反嚟講咧，絕大部分人為止咧 A 股喺第3季開始咧應該係慢慢翻上去，可能經過呢一陣嘅震一震咧，更加有利於後一個階段嘅上升啦。好啦，剩翻少少時間唔夠。咁啊，講一講我6月24號帶團啦。其實呢一次咧，我同永安合作㗎。咁啊，星期六10點船上去，星期日就係4點船翻香港。咁啊，上到去梗係食飯啦，其實食得唔錯㗎，有龍蝦啦，有龍躉啦。咁啊，跟住咧喺酒店度咧，我會開個講座。咁第二日咧食完早餐之後咧，亦都會出去食嗰啲地道嘅嘢。咁啊，之後去荔枝場啊，摘下荔枝啦。嗱，永安嘅電話咧係29288882，29288882。有興趣嘅朋友上去了解下或者報名啦，快啦嚇！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。